口罩、头套、防尘衣，要进入碾米厂的包装室，一切按规矩。我们这个控制在15度到18度啊，因为有机的包装厂要求会很严。温度步骤严格控管，就怕农药残留。稻农们交付的每批稻米都得检验3次才能出货。我们所有原物料割稻前10天是香风所验，稻谷进仓是我们这个检验站验，我们要判定它符不符合安全残留的规范。加工完像现在出货，我们再验。烘干的稻谷在18度C 的恒温室中保鲜。以自然农法栽种的池上米，从日据时代就以好品质名闻遐迩。坊间山寨版众多，身为老米厂第3代的梁正贤，捍卫招牌，力推认证标章。我们跟池上农民契作，经过认证，贴上认证标章。池上米有这样的标章，袋子贴上标章，这个就是池上米。池上米的好，也以欧美规格的品质认证，让数字说话。蛋白质要低，直链式淀粉质要低，水分要适度。而这些池上米都不输日本月光米。你要先付报告，人家才收货啊。盘中孙的确粒粒皆辛苦，梁正贤特别在意错误的煮法糟蹋了好米。一般洗完米不就直接煮饭了吗？为什么要再拿一个计时器？因为所有的米要煮之前都要浸泡。一定要。一定。这影响它的口感吗？对。含 OEQ 要多久？改海。哦，要一下子哦。叮咛着米水比例1比1.2，要用处理过的水煮好，要焖20分钟。等待在掀开电锅这一刻，饱满蓬松又香 Q 的白米饭。因为好的米膨胀系数低，所以说它煮起来的饭是内熬的。因为好多坚持，台东池上才能拿米当名片，称霸这么多年。含 OEQ 的加一下的，含 OEQ 的加一下的。